和平係一件好美好嘅事情嚟㗎，但係和平耐咗呢，好容易會令人麻木，甚至乎會察覺唔到戰爭呢隨時都好可能降臨㗎。就喺2月11號啊，美國同埋日本開展咗一場呢名為鐵拳嘅軍演。呢一場軍演所針對嘅對象呢都十分之明顯啦，就係美國同埋日本夾埋一齊，企圖以台制華。但係呢一場軍演所釋放出嚟嘅信號呢，絕對唔係淨係針對我哋咁簡單㗎，而係針對全世界愛好和平嘅人民啊！喺影片開始之前，同大家講個消息，就係嚟緊嘅3月11號去到3月13號，我哋香港青年呢將會辦一個長沙嘅旅行團。我哋將會由香港搭高鐵出發，就直奔湖南省嘅省會長沙。咁喺長沙期間呢，我哋就會參觀呢個毛爺爺嘅故居啦。仲有一個重磅嘅景點，亦都係出邊嘅旅行團呢係揾唔到嘅，就係參觀我哋中國一間重量級嘅企業3一重工啊！大家有可能對3一重工係幾陌生，不過講樣威水史俾大家聽。3一重工現時呢係全球生產呢個挖泥機呢嘅龍頭企業嚟㗎，所以係非常之值得去到睇一睇㗎。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可以 WhatsApp 61570754向阿小明去到查詢㗎。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Hello 大家好，我係大眼。我哋中國對上一次同其他國家去到打仗呢，都要數到1979年嘅對越自衛反擊戰啊。所以對於我哋呢一代人嚟講，我哋由出世到而家都未感受過戰爭帶俾我哋嘅危機感。咁對於呢一點呢，我哋各位真係要感謝我哋祖國。如果唔係國家強大嘅話，都唔會有咁長時間嘅和平嘅。但係當我哋中國喺國際社會上面變得優秀起上嚟嘅時候，總會有啲人呢唔抵得你好噶嘛。就好似美國咁，千方百計啊，都想盡辦法嚟到削弱我哋中國。除此之外啊，想削弱我哋、想掠奪我哋中國嘅呢，仲有我哋身邊嘅鄰居日本啊。雖然日本侵華嘅歷史呢已經過去咗80年啦，但係日本人從戰敗之後，佢哋對外擴張嘅野心呢係從來冇消除過㗎。就喺2月11號，日本同埋美國展開一個名為叫鐵拳嘅軍事演習。但係講開呢個軍事演習呢，佢並唔係而家先有㗎，因為鐵拳系列嘅軍演呢，自從2006年開始啊，就喺呢個美國嘅加州嗰度去到舉行㗎，一直去到2023年呢，先至開始啊，從呢個美國嘅境內咧轉到日本嘅境內去到舉行。當中嘅意思呢，就係要配合美國嘅對華軍事策略，希望可以強化佢哋美日同盟喺第一島鏈嘅軍事力量嘅。但係今年同以往嘅鐵拳軍演呢，個針對性係更加明顯，而且背後嘅意義呢，已經唔再係停留喺區內去到強化軍事防禦咁簡單啦。因為日本人唔再掩飾自己擴張嘅野心啦。其中一個重要嘅信號就係今次嘅鐵拳軍演呢，點解要選擇喺2月11日呢？嗱，其實選擇喺呢個日子呢係大有來頭噶。首先網上面呢有好多嘅說法都話到，選擇喺呢一日係因為早幾日日本嘅新任首相高市早苗通過選舉喺日本嘅議會裏面呢，為佢哋嘅黨重奪多數嘅議席。咁雖然話到之後自民黨嘅總裁選舉呢，未必係高市早苗一定會坐硬噶，但係呢個機率呢都超過90%噶啦。不過選擇喺2月11日去到進行呢個軍演嘅開始呢，並唔係要向呢個高市早苗致敬啊，因為2月11日喺日本嘅歷史、日本嘅文化當中係別具意義噶。因為根據1873年當時候日本嘅明治政府就話到，依據歷史去推算嘅話，佢哋日本嘅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呢，就喺公元前660年嘅2月11號呢嚟到登基嘅，所以佢哋就將2月11號定為佢哋嘅紀元節。另一個名稱呢，就叫做建國紀念日。咁好啦，到2次大戰戰敗之後啦，同盟國之一嘅美國呢，就對日本進行咗軍事佔領。喺佔領日本嘅期間啊，美國為咗打擊日本嘅軍國主義呢，喺1948年嘅時候呢，就廢除咗呢個紀元節㗎。後來到1960年代啊，日本先至再次將呢個紀元節呢定為佢哋嘅法定節日，仲正式俾咗個名佢，叫建國紀念之日。而日本亦都係從呢個二戰戰敗之後，直到近年，佢哋日本嘅軍事政策因為舐住呢個美國鞋底去到成長，所以先至獲得美國對佢哋呢隻眼開隻眼閉，去到側側膊解除對佢哋嘅軍事限制。
而今次嘅美日軍演咧，係兩個國家去到夾埋軍演啊嘛。咁本來好應該咧，係兩個國家去到磋商下個日子幾時開始㗎。斷估啊，美軍都唔會專登去到選擇2月11號啦。相信動議喺呢個日子度開展呢次嘅軍演咧，必定係日本嘅右翼勢力嚟㗎。而且今次2026嘅鐵拳軍演咧，同以往嘅鐵拳軍演去到比較嘅話，無論喺規模上同埋軍演嘅地點上，都係突破咗多重嘅軍事意義㗎。嗱，首先啊，喺地點上嚟講啦，今次軍演嘅演練場地咧係特別多㗎，多達19處嘅演練場地㗎，而且個演練範圍咧從九州開始一直落到去整個嘅琉球群島，包括嗰啲沖繩島啊、宮古島啊，甚至乎最接近我哋中國台灣嘅與那國島啊。而參與演練嘅軍人數目咧，亦都係歷年最大㗎。單單係美軍已經係派出咗2900人參與呢個軍演啦。咁日本自衛隊方面亦都係派出咗有2000人去到參演嘅。但係演習咧就歸演習，真實去到戰場嘅時候，到時美軍係咪仲係派咁多人呢？抑或到時候全部都係日本人呢？相信日本仔自己都心中有數㗎啦。畢竟美軍咁錫身，啲爛頭卒嘅工作梗係交俾日本仔去到做啦。而佢哋嘅演練當中咧係分為2個階段㗎。首先第一個階段咧就係2月11號去到2月嘅26號呢個階段，大致上咧美國同日本就係去到演練一啲咧較為冇咁前線嘅工作，例如一啲後勤嘅補給啦、醫療支援啦，仲有就係當中嘅登陸訓練咧，亦都係主要針對雙方嘅兵馬戰時嘅時候喺呢個琉球群島島與島之間嘅一啲運輸調動㗎。而去到第二階段，亦即是係2月27號去到3月9號啦，呢個階段嘅核心任務犀利啦，就係海空一體化、立體奪島啊！咁講得白啲就係要介入我哋中國收翻台灣嘅進程啦。所以喺呢個演習裏面咧，美軍真係大灑手筆，又派出多艘嘅兩棲登陸艦，又派出佢哋嘅魚鷹直升機同日本嘅魚鷹直升機咧嚟到聯合行動。而日本仔方面咧，有驅逐艦有運輸艦仲話到首次派出咧佢哋嘅無人機去到參演喎。但係有留意我哋近年嘅圍台演習嘅朋友都知道啦。無論美國同日本派出一啲乜嘢武器去到參與軍事演習都好，一旦真真正正美國同埋日本去到介入我哋台海嘅事情，佢哋美日聯隊嘅呢啲軍備面對住我哋嘅解放軍咧，都係顯得軟弱無力㗎。因為我哋多次嘅圍台演習當中，亦都係話咗俾佢哋知，我哋唔止係圍台咁簡單㗎。我哋其中一個演習嘅科目就係阻斷外部勢力對台島嘅台獨勢力嘅支援。所以現時美國同埋日本演練嘅聯合登陸，若然喺實戰當中咧，佢哋其實係聯合去到見上帝嘅咋。更何況早前因為高市早苗嘅言論，我哋都透過一啲軍事調動咧，就嚟到震懾過日本㗎。例如就係我哋嘅遼寧號艦隊穿過呢個琉球群島，一度咧就向北上逼近呢個日本嘅九州。而同時間，我哋中國同埋呢個俄羅斯嘅飛行編隊咧，帶有呢個戰鬥機同埋呢個轟炸機，亦都係由日本海嘅方向向南下，再包抄翻成個嘅九州。所以以我哋今時今日我哋解放軍嘅軍力，美國同埋日本構建嘅第一島鏈咧，對我哋解放軍嚟講係起唔到封鎖嘅作用㗎啦。不過美國參與呢次軍演，志不在此㗎，日本亦都係。點解咁講啊？因為從佢哋訂立呢次軍演嘅開始日期，已經係證明咗日本志不在軍演。因為佢哋嘅建國紀念日咧，係志在神化佢哋以前嘅天皇，令到現時思想偏右嘅高市早苗政府繼續為佢哋日本嘅國民去到灌輸軍國主義。而近年美國人嘅算盤咧，都係將呢個日本嘅自衛隊適當地去提升佢嘅武裝，等佢哋可以成為喺東亞牽制我哋中國人民解放軍嘅一股力量。所以佢哋先前先會透過修改對日本自衛隊嘅核心控制權，令到佢哋而家嘅日本自衛隊成為佢哋美軍嘅附屬軍隊。所以喺美軍眼中，佢哋係唔會理會到時同我哋中國去到實戰嘅時候，究竟個劇本係唔係咁樣行㗎？佢哋自己美軍心裏面咧好明白到一旦真係同我哋中國人民解放軍打起仗上嚟嘅時候，呢個劇本一定唔會出現話日本自衛隊登陸台灣島嘅呢一幕㗎。不過都本住透過一啲軍事嘅訓練嚟到令到日本嘅自衛隊咧可以熟習到美軍嘅作戰模式同埋調動模式，好讓美軍更容易地去調動到呢啲自衛隊咯。而喺日本人嘅眼中，呢個軍演其實演練一啲咩科目，
都冇所謂㗎。最緊要個演練項目當中係有象徵性嘅意義。咩為止有象徵性嘅意義呢？就係本身日本嘅自衛隊受到憲法嘅限制，佢只能夠係執行一啲防衛嘅任務㗎。但係今次嘅鐵拳軍演裏面呢，日本嘅自衛隊因為又係賴住呢個美軍嘅鞋底，所以佢哋可以突破日本防衛政策嘅限制，去到實戰化演練點樣奪島喎。呢度雖然佢哋話係擺明針對我哋中國咋，但係大家睇翻整個東南亞喺二戰時期啊，日本喺橫掃亞洲嘅時候，喺東南亞南太平洋係奪咗幾多個島翻嚟，據為己有，殘害島上面嘅百姓啊！所以今次嘅美日呢個鐵拳軍演呢，點止係針對我哋中國咁簡單啊？直頭係日本人想透過呢個軍演去到慢慢爭取空間，重走佢哋擴張之路啊！而且呢一種演習呢，嚟緊唔止淨係喺呢個第一梯隊嘅日本嗰度出現㗎，連美軍旗下嘅第二梯隊菲律賓呢都有可能會進行喎。咁礙於菲律賓本身佢哋嘅軍事設施、裝備啊，同埋佢哋嘅人員訓練呢，都係比較落後嘅，而日本仔學呢啲嘢呢，上手又會易啲。咁話唔定今次教咗日本仔之後呢，以後就由到日本仔嚟到訓練菲律賓。喺美國人嘅眼中，只要一日日本嘅國土上仲有呢個美軍嘅基地，日本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可控嘅範圍之內，而佢哋都捉到咗日本想擴張佢哋軍事實力嘅企圖，利用呢一個心態嚟到培養日本，去到對我哋中國進行軍事嘅挑釁。所以大家唔好再覺得我哋和平咗咁多年，戰爭就會係一件好遙遠嘅事。我哋作為中華兒女，我哋一定要記住啊！喺歷史上，日本人係唔止侵略我哋一次咁多㗎，所以我哋一定要睇清楚日本人嘅真面目啊！咁我哋嘅影片呢就到呢一度啦，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頻道，拜拜。